當你聽到災難呢個字，腦海會浮現啲咩畫面呢？係海嘯將要吞噬城市，突然爆發嘅疫情，定係馬路上翻側嘅車禍？其實喺世界唔同角落，因為地理環境同氣候因素，大型災難嘅形態都各有唔同。而喺香港，我哋身邊都會不時出現唔同類型嘅災難，有強風、暴雨、水浸、火災、傳染病。有時對某啲人嚟講，一宗嚴重意外、一場暴力事件、一次突然嘅離別，都可以係一場災難。當災難過去，好多時我哋會專注喺表面嘅復原、清理家園、恢復交通，繼續返工返學，生活好似慢慢回到軌道。但喺呢啲表面回復正常嘅同時，好多人心入面其實仲未能夠鬆一口氣，可能仲會失眠，容易受驚，成日諗返當時嘅畫面。其實呢啲都係災後好常見嘅心理反應。復原階段唔止係身體休息同修補社區，仲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，等我哋照顧自己同身邊人嘅情緒，重新連結支援，為未來可能出現嘅災難做好準備。喺呢度想同你介紹 PCCN 香港災後心理輔導協會。PCCN 係一個跨文化、非宗教、非政治、非牟利嘅機構，由2008年起一直專注喺人道危機，並且係聯合國註冊成為人道救援組織，回應受影響人士嘅精神、健康同心靈需要。我哋多年嚟喺超過31個大型災區同本港25個大型意外提供心理支援，並且喺香港同埋受災地區培訓超過3000名災後輔導員，建立可持續嘅精神健康照顧網絡。至今受惠人數超過1000萬人，康復率達到97.3%，係亞太地區創傷心理輔導具豐富臨床經驗嘅機構之一。當世界變得好混亂嘅時候，我哋希望成為穩陣嘅陪伴者，同大家一齊多行幾步。如果你最近經歷咗啲事，覺得心入面仲好唔舒服、好唔踏實，又或者你身邊有人可能有情緒需要，歡迎你透過 WhatsApp 518-15501向我哋嘅輔導熱線查詢。如果你都希望為社會出一分力，陪伴更多受創嘅人，可以考慮成為 PCCN 嘅義工，參與我哋嘅災後心理輔導訓練課程，一齊學習點樣喺災後支援有需要嘅人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入面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歡迎訂閱、關注我哋嘅平台，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身邊嘅人。願大家喺面對災難之後，都可以慢慢走向復原，一步一步行落去。